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国军天雷操演，今仔日伫咧屏东来进行第2届反定律火炮的射击，40门的155、155的榴弹炮，一发接一发，真震撼、真壮观。啊，这操演结束，出现着温暖的画面。 有军官的太太带着后生，摕着卡片来到演习的现场，送予军官爸爸。甲爸爸讲：“你辛苦了，我爱你。”爸爸是真甘心，甲囡仔抱起来，嘛感谢太太的支持。另外嘛有老爸老母载着家己来看做军官的后生，甲宝贝后生加油鼓励，这场面是真感动人。 地面上炮声乒乓叫，榴炮对天顶一直拍。六炮照明弹伫空中炸开，随着白色烟雾坠落来，就算暗时嘛会当作战。过来是到第2阶段的射击，总共拍40摆，炸药伫空中炸开，为着要好这脆片消灭敌人。 上尾阶段是反击支援射击，6炮榴炮做伙拍场面真壮观。再去屏东远方训练基地进行第2摆天雷操演，出动40门155榴炮进行演习甲训练，有真个民众围观。伫紧张的操演了后，嘛有温暖的一面。有惯续带囡仔摕卡片送予因老爸。爸爸，你辛苦了，我爱你。很谢谢老婆在家。 当我最坚强的后盾。毛做老爸用咖啡甲后生鼓励。算大家看了袂歹，就袂歹啦。光看我参加实弹这样，所以我感到蛮欣慰的。毛军官家属特别到现场鼓励辛苦的后生。你迄父亲节刚有看到你啊？有啊，讲下面。叫我就卖也就这。2、3个礼拜没回家，所以有特别叮嘱爸妈他们。 身体状况顾好。天雷操演伫9点半，伫欢乐的气氛中结束。同时嘛，向敌军证明讲，国军铁汉柔情，唔惊艰难，保家卫国的决心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